其实现在有很多粉丝啊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，就是认为你们拍视频的就不应该赚钱，你就是娱乐他们，娱乐大众。小戴姐，你拍视频不要忘了初心啊！我跟他们讲，我的初心就是赚钱呀，就是带货呀，要不我这么起劲干什么？我吃饱了撑的了我。疫情造就了我跟我儿子2个人。他原来是评弹演员，书场都关了，他没地方挣钱去了。后来他想就拍自媒体嘛，他不做呢，我也不会开窍。现在来看看合同啊，再看一看上岗头3房子对到起。他们想看什么我就拍什么，是这样的，同流合污。抖音就是把我们逼成这个样子，对，他会把一个人逼疯。抖音就是一个疯狂的世界，太疯狂了这个世界。半个上空了，我觉得拍了抖音以后啊，严重毁了我的3观啊！180度转，我都转过来了，不转过来你不行。人为五斗米折腰，我现在也是拜倒在抖音的石榴裙下。自鸣清高，我不做抖音，我不发，你在别的平台就没人看，没饭吃，没饭吃，真的没饭吃。好，再见，拜拜，我考虑一下。饭吃还出来着，那份么子1000，我黄车里向个么子，毛特一样1分1半里程不知道，那个尸体。今朝5道荤三菜，3只荷包蛋，有一点点椰子，翻身再来翻个身。来看看，我这个荷包蛋呢，一刀鱼也分高啊，一只高炸零，一点点不得干。李少林，哪费煤气3荷包蛋费用煤气没用啥价？对，你跟我走呢？但落得去啊，天个哪热？你妻子一些是不？来了，今朝神秘得不得了啊，生人得不得了。你要当我上饭店啊？老师阿姨带我去。老师费有辰光，你不要黑灰。你这我边头哪分明的讲？我分明不分明，不是你讲的事。当我带罗大乔带子啊？好的，毛带了。哟，来了呀，不来哇！我骗他在，那个辣光巴浪向3荷包蛋，不来哇！那个煤气啥不离去哇？那个太阳能用不成功哇？你要滚出去，看完了。看上面不可能比荷包蛋个样，那个种理论测试不好，实际是建议整理个肥的标准。你看那哈？这边为气球一点点，温度还不干。温度再干，热也再脱在。刚才回到流浪，突然想到一桩事体。有粉丝问我，拿基本几个例子，哪当你朋友圈发个颜色不一样的叫？因为挨个号头会有1乘1，那么哪可以变得一样呢？很简单，1个钟头蛋，再不一样还没办法再。放下去，15分钟过后，鸡头米蛋下去，撕开，关好，经常添火。那么蛋鸡还吃了罗当呢，吃子头咸得着。点心为了好弄口，现在眼睛发啥赶出去吃夜饭。今朝鸭子1个大龄美女，2个山东，一来吃4五车，谁是不晓得你到哪来了？哎呦，上一份排队走啊哈！2个山东离经单子在房间里。那飞机讲不得到听，考虑到几辰光下来，考虑到也真是有辰光。看你。现在还有1个钟头吃饭了，3点前去拍海嘛。那么你要确定到房间里肯定2个男的呢？还有其他人呢？那也是事实。你问啥呢？问啥？想象力丰富。侪是90后呀，还是80后？再买43块子嘛。中心粉丝来着，粉丝来了啊！1、2、3。现在拍菜才有得吃饭啊，是个？那个地方搭钢琴烧个不一样的。飞机3位的饭，为我不是也飞呀，那不伊。哦，对个，钢琴黑来话，现在摆娘子。3月份搭男的一来拍视频，像怎么像？